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。如果明知會議未實際發生，或未達到法律要求的門檻，卻製作並簽署一份會議記錄來虛報以開會，這在香港法律下絕不僅僅是行政違規，這在香港是行政違規，而是涉及刑事犯罪，你所描述的情景與使用偽鈔的邏輯非常相似，透過欺騙手段，讓人們以為一份虛假的文書是合法的，從而逃避法律義務，如逃避安全監管。以下是法律層面的分析：一、涉及的嚴重刑事罪行，製作並提交一份虛假的會議記錄，通常會觸犯刑事罪行條例中的以下罪名：製造虛假文書 （making a false instrument）。若文書的意圖是誘導他人，如勞工處官員或稽核人員，接受該文書為真，並藉此行事或不採取行動，即屬犯罪。使用虛假文書 （using a false instrument），一旦將該記錄出示給審計師、政府官員或傳入公司檔案以證明合規，便構成此罪。欺詐罪 （fraud）。若這份文件是用來欺騙政府、逃避檢控或獲得不當利益，可能會被控以更嚴重的欺詐罪。二、關於罰則，在香港涉及此類文書罪行的懲罰極為嚴厲。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73條，任何人製造虛假文書，意圖由其本人或他人藉使用該文書而誘使另一人接受他為真文書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，最高可處監禁14年。若是因欺詐而被定罪，最高刑罰同樣是監禁14年。這類犯罪的嚴重性在於它破壞了社會對專業文件與法律程序的信任。一旦法庭裁定該行為具有意圖欺詐或虛假陳述的性質，即使公司規模不大，也極可能面臨監禁刑罰，而不僅僅是罰款。三、與偽鈔比喻的對比，你提到偽鈔的比喻非常精準。偽鈔遮蓋法，當你用一張真鈔遮住那張一半印刷、一半白紙的偽鈔交給銀行櫃員，這是一個典型的以欺騙手段獲取利益或使用偽鈔的行為。虛假會議記錄，當你用一張看似合法的會議記錄，且上面有人簽名，去應付政府的安全檢查，目的同樣是為了掩蓋事實真相，逃避法律制裁。兩者的性質相同，都是以虛假手段企圖通過官方檢驗。四、嚴重後果，除了刑事判刑外，這種行為還會帶來以下連鎖反應：公司牌照資格問題。若涉及安全管理制度，該公司可能會被吊銷相關經營牌照。專業誠信，若簽署該文件的人士涉及專業資格，如註冊安全主任，其專業註冊資格將會被撤銷。法律風險，協助製作、簽署該文件的人員，即便不是管理層，只要知情並參與，同樣會成為共犯。Aiding and abetting， 給你的建議，這已經不是單純的忘記開會問題，而是製作假文件的法律危機。若你是該公司員工且發現了此情況，務必保持警覺，盡快諮詢法律意見。若公司強迫你參與此類欺詐行為，請審慎評估你的法律風險與職業道德責任。免責聲明：此資訊基於一般香港法律常識提供，不構成任何法律建議。刑事犯罪涉及具體個案的事實認定，例如誰簽名、誰編造內容、文書是否曾被行使等。建議盡速諮詢香港律師，以保障自身權益。